啱啱呢幾日咧，即係關於Epstein Files 嘅新聞咧，就炒到好熱啦嚇。其實都唔會有人公開咧，係關於背後咧佢哋嗰個資金流動嘅嗰啲咁嘅證據嘅。根據 Winnie Webb 咧，佢第一個嘅億萬富翁嘅客仔咧，就係一個叫做咧 Leslie Wexner 嘅一個 billionaire 啦。由24年開始咧，佢就有成立咗一間公司嘅。咁嗰間公司咧就同而家喺美國政府班子底下咧，已經係進行緊一啲嘅 project 啦。所聯繫嘅一啲科技巨頭咧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嘅，因為咧通過呢一間公司咧，好多呢啲嘅科技巨頭咧係有一連串嘅 service 咧，就係俾呢個美國政府嘅。咁呢啲 service 咧，咁就係包括咧就同 CIA 一啲合作嘅計劃啦，即係咁呢個 project 咧就係叫做 DARPA 啦，美國國防高度研究計劃。咁呢個嘅計劃咧，點樣去 support 呢個超人類主義咧？咁佢哋呢個 DARPA 咧，其實係做咗好多嘅科學嘅技術啦、基因工程啊、人工智能啊，或者係人機接口啊呢啲等等嘅一啲嘅實驗。